蒋渭水基金会配合着百年文学活动，最近推出一寡动画影片，希望用较轻松多元的方式，绍介百年进前本土意识发展的历史，也甲进前蒋渭水红仔册免费送予台北市国小。 即摆台湾人对蒋渭水甲伊经历的迄个时代有偌济了解，会当透过蒋渭水基金会进前出版的《台湾维新蒋渭水》这本红仔册来了解。迄阵是想要互较少年的来了解这段历史啦，大家较无个耐性。有当时吼，一张图吼，伊嘛会使讲真侪文字，伊一张图就让它表示啊啦。 学校的册本内底对蒋渭水的一生经历过阶段历史名词等等的绍介有限，基金会接受讲出版红仔图的传记，互读者会当轻松阅读日本时代到达民主启蒙的过程的几下个重要阶段，配合文学活动，嘛开放台北市小学的图书馆免费领取。1920年代事件，迄上较重要，譬如讲文化协会创立。 也是咧东京议会请愿迄个小文达台湾头一个飞行师蔡慧玲寄来野传单，像即款的，阮拢甲变成迄个影片啊，嘿。 除了红仔册，基金会最近阁杀几若出动画影片，亲像这段以静修女中做背景，搭配文化协会会歌，描绘蒋渭水甲林献堂等人伫遮创立台湾文化协会的事件，希望用多元的方式绍介这段台湾本土意识烙印的历史。记者电影文理学凯曾派文台北报道。